各位，呢個係我對 Rivals 最新更新嘅意見。對於好多 Noob 嘅玩家嚟講，Sniper 係一個武器，但係經過第3季嘅更新之後呢，佢終於變翻好渣啦。但係今次而家第20次更新 Rivals， 佢都係更新翻係好勁。佢更新咗上升咗佢嘅瞄準速度，同埋佢會更易 headshot， 所以以下係我一條我係咁俾人 headshot 嘅片。我希望你哋一班高手可以讓一下我哋一啲比較唔係太 pro 嘅玩家啦，thank you。